也是大有口，答应，假心答应，答应了。用兵行。大哥啊，人讲南条甲北条拢嘛同款一条，嘛同款是食饭甲穿衫的。我看你答应好啦，免让阮这兄弟仔伫咧受苦，互阮加活2年啊啦。爹咪，答应啊！用血行啊！想要快艰苦而死，你就赶紧答应啊！呸！答应啦！也是好歹，唔答应就是唔答。我讲，好，德清，我看你心肠外意，答应你了。所以那个死在团子啊，我叫你个出来。哎呦，你看现在这样子乱暂时先答应，等恁若放出来，要情细了，才搁破算。哼，环境实在哦，不忍心害我兄弟啊命丧生，第时我也来不偿命，兄弟。生来的东西生大命啊！那位兄弟，现在就以照耀得到丢掉了人为国相哩，要死就当死，要死当死。我也感觉你当鬼子了。大哥啊，我看你都先答应，以后再搁做安排。老求你，答应了。好，用血行啊！是。
要我答应，当然两位现在再互我怎么答应？公主，狄元帅，假使我来当水场中以及招玉互活起来，你就肯答应是？好，因两个若会当再互相，我就答应。来啊！好去。想要着，阮拢无安怎，我死，还袂死，冤无你。狄元帅，你的兄弟，我连你甲叮当着都无，遐会受刑的，拢是我帮的死犯。所以，分子16000斤，你袂着过啦吼？要我答应，还佫一个条件，还佫有条件？你若是要叫我答应这件代志，你放走我众位的兄弟，电销你的三观，我才答应。这毋较简单，我答应你。杨太君，一定请命尊重圣旨，也到罗春事成功。夺官斩将，那论罪应当得死，而且未处救援，也到在平帮剿为驸马，那论罪才随地救助。不可能，我的囝伊绝对袂安尼做，伊无可能会安尼做。圣旨已经下来了，你和我带天家后死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求你！